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到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多，入来遮多，公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小鸟儿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生一个宝贝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收看，天天又开心。今日要甲咱讲的就是金曲奖哦，金曲奖这么多颁选的嘛，有声有色。哎呦，真正这摆金曲奖，你有感觉伊的舞台设计甲以往拢完全无同，水有够水的啦，灯光美，气氛佳。嘿咯，拢无输外国的舞台设计呢，这部分真精彩啊！所以我是感觉这个金曲奖这摆舞台设计应该用得奖，有一个最佳设计奖。啊，或者啊，店面奖嘛爱丢，啊个导播奖嘛爱丢，哦，真正我捌看过遮赞呢。尤其这摆是台视对啊，专播的都先特别赞。系啊系啊。啊，是讲哥哥，你安尼演50-60年，你要得啥物奖？这啲黑白讲，你正啊，我当时演50-60年。你讲竞赛毋是足久的啊？超40年啦。哦，我讲竞赛有啊，有得奖啊，得啥物奖？金钟奖啊。哦，最佳戏剧奖。哦。但是我本身我个人无。这规个戏剧拢丢啦。对啊，规个戏剧都表示规个拢丢啊。沾一点。啊，你啦，哥哥嘛要得奖啊啦。哦，我吼，原来介臭屁啦吼。虽然伫讲来捌得奖，但是头一遍得奖呢，就去到韩国领这国际电视节的最佳女主角奖。哎，拍波啦，拍波！感谢。讲一下卡萨哈密达无？哦，安尼说哟。哎呦，哎，真正会讲哦。讲一句了，袂歹。对啊。你两个先拜无问我得啥物奖？对，啊对，先拜，你得什么奖？我得了总统奖。哎呦，是安怎讲遐好康啊？因为迄阵天天大奖呢，天天开心哦。哦，演要到14年嘛。对。总统召见啊，去总统府呀。哦，我知。总统府呀，总统就看到我阿舅哦，本人较缘投哦。哦，是啊。所以我原来得了总统奖。啊，你糖糖嘞？哇，我小时候啊，代表学校出去演讲。哦，迄嘛是奖啊，伊讲啦。演讲哦，啊你得奖哦。县长奖啊，咱台湾刚刚有金曲奖、金钟奖、金马奖。金马期许吼，我们4个有机会可以得奖。啊，你这么紧张的气氛吼，咱先来欣赏咱趣味又搁轻松的得奖。来，请。来台已经届满2年了，观光局以每天3440人次来计算的话，估计陆客已经带来了611亿元的商机。不过，除了像是航空业、观光旅馆的业绩明显增加之外，其他的业者都说受惠不大。600亿了。对啊，各位，喂，这段新闻看完了后，有甚么感想？我的感想是安尼啦，我感觉讲这头拄咧报这个新闻吼，这个查某囡仔。生得有够水，水甲侥幸，水甲失德，水甲高某一种，真正下摆咱若要看，就看这个主播就好。伊报的新闻绝对好看，咱下摆拢看这台。啊，对，啊上好是吼，爱搁哪报啊哪烫衫，哇，你搁较好看。兴趣拢赶快。啊，烫衫你拜托。啊，人喺外国拢嘛安尼，啊，烫到尾啊，搁舞搁拍马赛克。哥哥。拜托钱啊！我咧专工请恁来看这段新闻，目的是啥？目的是讲哦，这陆客自由行，就表示讲，迄个操作一直越过来。既然操作一直越过来，咱要趁钱哦，是毋是都要联手？安尼做伙来谈才对。对，有理去死啦！我跟你讲啊，联合吼，绝对无好的。无论赚还是了，到尾拢两个拢冤家，所以合股生理上好是歹做。啊，而且我甲恁讲吼，咱啊爱有竞争，竞争才会进步。啊，你若无竞争，那个放个烦恼啊，对无？所以咱爱各凭咱家己的本事，各现神通，做了8仙过，各现神通啦。哎呦，阿姑，我甲你讲，我听吼，真正爱联合，安尼才有钱赚。
哈，你囡仔人唔知啦，我跟你讲，这当阵你也未嫁过，你就心肝拢囥阿群遐。无要紧，无要紧，你即马先过，做你即马过无要紧。阿姑家一个咯，家己一个拍拼。喂啦，我的意思是讲，你之前唔是甲我讲吼，迄若有钱吼，咱就两间连塔，大家拢有钱赚。你啥啦，即马佫讲无？对啦，钱啊有钱，大家讲价赚啦。话佫讲倒转来，恁天民宿对阮这开心民宿，敢对有一支卡毛去哦？要比啥？对袂对啦？要比等恁遮敢有电梯？阮有咧。拜托的，当行李放喺遐，放喺电梯内面，咻一下就到楼顶去啊！恁呢？恁行李哦，直直爬楼梯，爬到遐吼，有个软脚，有个若心脏病就发作。阮迄若要落来佚佗，咻一下就到位，到楼骹。无到18层啦，16层尔啦。哎呦，还佫有哦，阮的 view 比恁较好。view 是啥？你敢知？溜到涂骹咧酸呢，做溜啊？不是啦，迄 view 就是景观。哦，阮的头门拍开，哦，你看迄对面的山，啊，佫有山岚对无？山岚佫有山北。我刚才咧走一回咧，我听你咧讲暗，我定定记你领头门一个拍开，哦，头前粪扫场，后壁佫蒙阿波。你无知你种啊，你若留一个池塘啊干嘛？喂，啊，等恁遮咧，恁遮是后尾门拍开，窗门拍开，敢会看？安怎？一个焚化炉啦，迄焚化炉搁咧烧尸体。好啊呗！哎呦，和你咧讲咧到底是谁家来大？钱啊！我啦，怎啊讲的拢假。真正毋是安尼互相比拼啦。啊，若讲到阮的房间吼，逐间的设备、装潢，哦，拢敢若迄个总统套房。我甲你讲啦，你安尼啥物人敢来住啦？每一间拢总统套房，一间拢几啊万呢，后20-30万的拢有呢，是啥物人住会起啦？我甲你讲啦，那阮遐才有赞。餐点免费早餐，对，服务佫赞，每一顿拢改，拢变化，哦，变化甲足好。牛排、火锅，啥物拢嘛有。哎呦，你讲的我嘴拢强要流出来。什么咧牛排火锅？那阮遮嘛是足好的啊。所以我跟你讲，阮的餐厅呢，佮加一项设备，卡拉 OK。啊，所以来遮大个人客呢，爱安怎唱就安怎唱，要唱到几点就唱到几点，拢免费。啊对，那免费那是有效。迄有3字啊，叫做吵死人。哎呦，噪音。迄号咧变，迄个棺材内面咧弹吉他，吵死人。我你讲，迄根本就噪音嘛。你根本就大，咱的大的品质就歹去啊。你当安尼唱歌拉曲安尼，我呀啦不呀呀啦，哎，困是要安怎困啊？所以讲吼，恁这绝对唔好，也是阮遐较好。尤其吼，迄大陆客来，迄大陆客来拢规定的呢。对啊。那查甫的遐猪哥看到阮堂这幼气的，哦，大家嘛猪哥那插天，拢嘛住阮迄间。尤其遐学马桑，遐学你桑，看到我，好帅哦！哦，那嘛偏于我遮来。就是。听袂落，听袂落，听。那后壁大吼，真正听袂落。那头前大就影啦，头前大吼，堂就要比阮这个真有这，你以为有较乖啦？无啦，那后壁大我比较油，我比较缘投啊。所以讲莫比这啦，安尼啦，规气子啊，钱啊都无要配合哦，无规生你个人做好啦。哎呦，好啦，莫冤家啦，这边吼开放这个自由行啊，我感觉吼是对咱这个民宿业者一种挑战。是。啊，所以吼，咱爱甲咱的特色，甲推出来。阿姑，你放心，我吼足早之前我都咧注意这个新闻啊，所以我这个网站已经架设好。所以吼，咱等下等来厝内底电脑甲开落，哇，那个大陆网友预约要住宿的都一定来呀，耶！有听无？有听无？你来看，阮读个你来看，真的一刀用的啦。我甲骗到机密哦，马上就设计好势啦。你来看网站拢甲设计好啊。啊，恁敢会晓？袂晓嘛，一个推推个增加松啊。我跟你讲啦，恁若这当阵开始的已经袂赴啊，好了来不及啦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对家，有水无？阮这个所在吼，风景真水哦，啊民宿嘛叫住席的嘞。哎，可是这一个天天就一个开心，是哪个好？开心哦！我在地啦，我甲你介绍，这间吼干净够舒适。哦，好开心。嘿，就这一间。哎，老弟啊，
这一间有电梯耶，要不要电梯这一间？就你脚不就不方便嘛，是不是？哦，不会不会，听我的就没有错。我把你讲这间，你来看一看，看嘛你就知。好，就舒适的，先看嘛，先看嘛。难得来看网站。回家。差死啊，紧等的啦。哎，拍谁？就是这间，你看嘛，舒适不？我再给人家介绍，来，老板是中国挺不错的嘛。挺好的，挺好。做的还蛮好。听伊腔口，敢若大陆人。这里很舒服哦。哎，好像还蛮好的。中文的很漂亮。哎，你好。这个看起来不错了，可是住起来就不舒服了。是啊，不舒服。这里没有电梯啊，出入都不方便。你看我们对面那家有电梯，那多好，行李不用自己扛，我们行李到电梯了，咻就到了楼上，所以住这里不好。哦，拄只，恁两个安尼欠呱呱哈，是要来网站哦，阮的人脉较紧，阮安尼电话卡去，朋友就甲阮的人客带来，安怎？所以这你们两位就是我们以后就是爱人是吗？不是啦，不是那个是以后，现在还不是。我跟你讲，伊哦是那一间的，我是这一间的啦，安尼你知道哦，您是这一间的老板娘。是，我来讲迄边迄唔好。因咧电梯哦，常故障啦，人拢停伫半空中，所以门关了，阁无空气，所以我跟你讲，我因电梯常咧压死人吼，迄唔好，不要啊！你来讲一拖，伊敢听？有，我听懂。你说这个压死人了是吗？对，压死人。哦，那边鬼很多。这个不是我们这一家，是别的公司啊。对，百货公司。哎，他讲的话你听得懂吗？还要经过翻译啊？这样不好。以后你住我那边，你看我们都可以沟通啊，对不对？你骗啊谁？请问你是住哪？山东。山东，我也是山东啊。你山东哪里？济南。哦，这么年轻就当济南啊！卖这都看清以前啦，无你的代志，这我的人客咧做咧。哦。哎，我都唔惊咧。好了。不啦，喂，行李啊，挂你呗。好。那个两位，那个吼，因为我们要登记吼，你的身份证啦，不对，不是，没有身份证，那个台胞不是他，那个 passport， 嘿，来，照是吧？没问题。来，老弟，咱们这边。人客安怎？你著讲什么网络较赞咯？等人迄电话尔，都平咱搁较赞，咱等下有敲电话。人因两个是朋友，你也别当我怪我，大概用安尼。你们真的有眼光了，这里就对了。假大梅，就标准的那个假大梅，厉害！你说的这个就是我们台湾人要结婚的时候就有唱的，很好听哦。哦，是吗？食饭啊袂，迄个食饱也袂，食饱汤好来好势，哒啦啷当。哎呀，好听啊，行，听不懂，听挂操，好听。那个什么，是，今天那个，你昨天说那个茶呀，什么茶？这个茶很好，这个茶是好茶，阿里山的茶，有名啊，就是要阿里山，什么的，就喜欢阿里山。阿姑，这那阿里山，这是1800啊。你也小拜托，1800嘛算起来是阿里山的。是。迄阿里山的山脉有，山脉伫沿来到1800，所以嘛是算起来阿里山。但你捌唔捌？我跟你讲啊，你讲话哦，较注意的，唔通迄表情唔通去用看出来，看出来讲咱咧讲废话啊。你这一斤要卖偌济？8000。这就800，你要卖8000，敢袂伤合？这茶分做足侪种的啦，分做1、20种，800块迄是挂掉啊茶。嘿，若这8000块是迄个好野人你食的茶。来，你先闻闻看，这个茶好不好？您刚刚说那茶，这个阿里山，像，这一斤您好像还没说多少钱？多少钱？8000块。哦，8000是吧？便宜啊！来个20斤。对，20斤。什么？20斤。 20斤啊！我这里好像没那么多。
那没关系，我们等。对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亲戚多，亲戚多。可以。哦，那我来泡给你们喝。好啊，阿里山呢？高山茶。阿里山。所以讲哦，这8000块有一个典故，你敢知？我唔知呢。所以你爱这架牛遐尼久，你爱学个。这好一只狗遐8000斤。一只狗也8,000。都8000斤啊，地那无晓8000块啊。细讲呢。哎呦，所以你就唔捌嘛。你只狗遐吼，啊为称啊树你知？称啊树的斤啊，直爬，好了8000斤啊。阿姑，今麦暑假你这冷笑话。哎呀，够厉害！嘿咻。喂，啊这热天啊，搁咧遐寒。哦，你冷笑话太恐怖了。嘿啊，是讲因两个哪会原来听有，你们两个会听得懂。听我，你当作我听无？那可怜。拜托，这太冷了。啊，你原来听有啊？谢。啊，啉茶。茶。好茶。哦，那是讲这个料吼，这pan过了噻。你们闻到啊？好香啊！是什么味道？这是烤什么呢？这是，香啊！香啊！那拜托诶，我茶都还没泡了，怎么很香？是啦，阿姑，不是，一好香味呢。那烤什么东西的味道？香。是。那个滚啊，你烤鸡啦，汤啊鸡啦。黑不好，在阿里山的茶好。那个鸡吼有那个饲料鸡，有成长激素，莫讲，不要。您刚刚说那是什么呀？什么鸡啊？汤啊鸡，汤啊鸡，那个不好，这个茶好。对，喝茶身体会健康，对，身体也会好起来。根本就是骗人的。没有，一斤8000块，骗人。我们到那里看。走，退房。8000块，骗人。退房。阿姑。来，好消息报你知啊！真正台东的这土鸡啊，食慈善米大只的哦，不但安尼哦，肉 Q 甜，搁袂黏喙齿哦。到底是好了没有？就是说那么多能不能吃了？40分啦，会使了。行。来，看看。哇！哎呦，香啊！香。老香了。你们应该来住这家。我告诉你，这小老弟啊，对咱们可好的，这每天啊都有不一样的这个台湾特产请咱们吃呢，是吗？是啊。对。你看，就是你嘛，我早就说来着，不要住这儿，来这儿嘛。他那天又没有摆这儿，我哪知道嘞？不要紧啦，小姐哦，你叫谁小姐呢你啊？拜托，你放尊重一点，她没做小姐已经很多年了，不要乱叫。什么我没做小姐很多年，我没做过小姐。是小姐是什么呀？小姐是鸡。鸡啊，要不要出去这里有啊？不是那个鸡。不是这啊。喂。小姐是伫内地是特殊行业啦。你有被讲叫？上班的哦。嘿呐。哎呦，无要叫啥？爱人同志。爱人你好。谁是你爱人呢？他才是我爱人。你别乱吵吧，你们。你也唔对哦。我告诉你。讲叫爱人也袂使，今日是要叫啥啦？叫姑娘。笑。姑娘你好。这还差不多。对。到底可不可以？行了没？可以了。这很香的，这我们台湾的名产呐，我这里才有啊。你来个8只吧。8只。好。8只吼，我还佫叫我的分店嘛哈。迄泸州有一间啦，伫中山路咯，185号遐哈。泸州送来吼。王汤啊鸡甲恁袂拼，好啊，要拼大家来拼啦。我来传人，我绕人来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日要甲恁讲的人情在脚桶底。哎呦，什么意思？这有咧低温保本嘛。哦。较早有一个机灵，安尼散个贵强要掠，要上件好裤嘛，无衫裤通啊穿。拄好吼经过一个迄个员工因的厝，看到一个查某囡仔伫咧洗衫。这个查某囡仔忽然间这管家叫做别项代志。伊就看，哎呦，脚桶底佫一领衫真水呢。虽然澹伊就怎样甲掀开，
甲船都打到清的。哦，过头一年，安怎？钓状元转来啦！哎呦，恭喜哦！哇，声影的，船咧吼花香安尼徛旗制作啦。哦，我来报答伊的温情人啦。是，伊就甲这个风声放出，讲若只要是我的温情人，我要赏伊黄金100两。哦，这个查某囡若是讲安尼，我嘛会当来领。对啊。我就徛拜拜，甲钓伊啊。哦。这状元讲，我甲你敢有什么？有熟悉无？敢有什么交情还是啥？伊讲，状元你可能袂记得，你早伫咧1年前吼，我伫洗衫的时候，你骹当底迄领衫，你甲我偷摕去无？哦。这个代志我绝对无讲啦。哦。其实你已经讲啦。讲出来。哦，这状元话要紧张是赶紧甲摕遐这100两捡落去。赶紧放喺落骹当底安尼。对。哇，听这个故事了，我有一个感想哦。感想。我逐工嘛要伫阮兜门口放一架骹带，我看美女有人摕黄金。你爱放骹带，你咪叫人发啊？你物件袂使我别等。不是，你放骹带，我是足惊人，大家拢都要选着。你嘛爱做着代志。你有什么？我先感谢阮先生啊。哦，恁先生啥？阮先罗冠山罗老师。罗冠山是恁老师嘛？对啊，咱写俗语的那老师。我知。所以看我就把这里看下来啊。我才有这机会徛在这，甲恁大家主持。哎呀，这所以你爱提阮报本。对啊。你有三不五时啊，拢带去无，伊即摆目前有咧福建啦哈。咱离好遐哩啦。是啊，安尼真好。啦，讲实在吼，咱人真正爱提阮报本。对啊。啊无你看人个羊啊，就会当过乳呢，对吧？贵咧食恁呢，24号内面的。所以呢，啊人讲吼，唔那是好，啊这个温情一定爱记好。是。安尼休一个30分钟又搁到咯，又搁甲恁讲再会咯。人讲锦上添花无稀奇啦，雪中送炭才是可贵啦。奉劝咱大家，若是受到人的人情，千万要会记哩啊！以低温报本。袂清是雨水也是目屎，不知家己到底伫啥物所在。无心的一句话，深深将你伤害，拍醒你所有的期待。你将来不捌真心爱过我，敢讲一切完全是我的幻影。对你的关怀，早就无伫这，你只是我爱情的一套伴。原来一切拢是我自作多情，不通将